会记得我读小学1、2年的时阵，因为学校教室无够用的缘故，我有当时是读早时，有当时是读中昼时。只要对着我中昼时读册，我就想带替厝边妈妈赶便当去学校，互伊读悬年的后生食。特别若看到大哥哥拍开因妈妈准备的便当，拢是嘴笑目笑，真紧就甲食了了。看到伊食了欢喜，我嘛欢喜。因为每赶一摆便当，我就会使趁5角银，我拢摕来买一支鸡仔饼，也是2粒的柑仔糖。后来，换我家己读悬年以后，我的妈妈毋甘我大日头走转去厝食饭，伊每一天会透中昼头啊，烫只骹，行20分钟左右的石头路，赶便当来学校互我食。虽然大大的便当盒内底无啥物澎湃的菜色，但只有一尾细细条的大煎五桂鱼，也无就是菜脯卵，也是蒜头炒饭。但是对我来讲，这就是山珍海味。因为想到这是我的妈妈留着大粒干、细粒干，亲亲替我赶来的便当，我的目屎就用要飞袂离。这个用着布巾仔包条的便当，内底藏着妈妈满满的爱心，嘛是我这世人食过上介好食、阁有滋味的便当。便当，烧的便当，我大叫卖声，往事心头涌。便当，烧的便当，怀念的滋味，思念在心中。离开了故乡，世界的流浪，为着事业也打拼走总。故乡妈妈，你着爱保重，我会紧回来快快甲你相逢。离开故乡的世界的流浪，为着事业也打拼走总。故乡妈妈，你着爱保重，我会紧回来快快甲你相逢。便当，烧的便